大家好，我是肖承佑。那现在在志平高中当兼任的音乐老师。那为什么会喜欢台语歌呢？应该要从大概在我4、5岁的时候开始讲。那时候是看一些乡土剧，然后呢就非常的喜欢片头跟片尾曲，就是不管是在家里啊，在学校也会哼哼唱唱，去唱给老师听，唱给同学听。可是我的同学们都听不懂，他们就觉得我很奇怪。比较后来的时候，大概是国小6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是到超级夜总会听到《婚中味》这首歌的时候，才去查，发现是陈英杰老师的作品。这样，那个时候因为在学校课业也不好，然后也没有什么目标，陈姐的歌就是对于我来说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精神的慰藉。到了国中之后，有一天，就是学校老师就鼓励我，他就说：“你既然那么喜欢唱歌啊，你要不要？”就是参加学校的才艺表演，那个时候我就选陈英杰的《红不会刷》，虽然说同学们都听不懂，可是得到了很多师长们的回响，他们就帮我取一个绰号叫做台语歌王。那个时候因为在学校就是总是被霸凌啊，那也是因为靠了唱这首《红不会刷》之后，大家对我有了一个新的看法，一直以来都好喜欢唱歌。那可是一直以来都不敢鼓起这个勇气参加红人榜的海选。那直到了今年的4月，然后勇敢踏出这一步，我好不容易呢，就真的要上电视，上了这个超级红人榜的舞台。那我希望我可以全力以赴。超级红人榜，在志平高中，在肖承佑，在。可是你知影，为何的心痛，也不免痛情阮的命。孤单的人，孤单行，孤单的话，啥人听？寂寞寂寞打出着换日子的脚步声。青春年少不时定，明知歹路偏偏行，吃来老着伤心无性命。孤单的人，孤单行，孤单的话，啥人听？寂寞寂寞打出着换日子的脚步声。青春年少不时定，明知歹路偏偏行，吃来老着伤心无性命。好，我们首先请阿德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那我觉得承佑今天唱歌因为我是第一次听你唱歌，所以呢，就是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就是这个演唱的灵魂啊，跟你这个人啊，跟你这个年纪啊，跟这个歌啊，完全是好像一个桌子的4个角，没有交集在一起，但它却形成一个桌子，啊，就是有一种情怀哦，被你捕捉到了。啊，我觉得情怀这个是很难的。然后由于知道你是那个陈杰的超级粉丝，我真的有听到那种你把他陈杰的一些演唱的一些特色放在这歌里面啊。
我们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今日陈佑，你这老灵魂，咱有听到，吼啊，这条歌，应该爱有的这个艺术，遐一寡细音嘛好，然后尾音咧收刷啦，吼啊一寡佫线度的物件，你拢嘛讲学甲真绕魂，吼，真好。啊，有一个部分就是讲你的，因为你本身的音色，你的音色较薄，吼啊，这个方面可能我感觉你会使找老师去研究，怎么样让你的发声，让你的共鸣更较大把的。然后更有颗粒感，然后就去表现你很喜欢的这种音乐的唱法。好，我相信有很多是你可以再进步的地方。但今天你第一次来，真的对你印象非常深刻。谢谢老师。